咁樣係台灣種水發產量最多嘅果作。將農委會統計，也按多年來，台灣嘅咁樣嘅總產量有50萬公噸邊呢。產量雖然按多，咁樣要用有機嘅方式來種，實歸難。如果到嘅平重開，實質到咁樣嘅皮糊糊又粗，該冇賣相。相反種咁樣嘅農民方正國，本但係用傳統嘅方式來種，還靠到嘅農藥行嘅排嘢，做得講係農藥專家。伊講伊係一了解，也唔敢用農藥。5年前，伊轉型用有機嘅方式，外國嘅產量一下子小價幾多嘅轉型期，今年開始太豐收。伊相信台灣嘅農業將來天朝會行有機一條路。順德灣山路市場去，方正國果園頭3萬3蛋糕，試到半路佢停下來，然後頭前有條樹嘅彎下來，當到路，鼓手佢拿出天機嘅。一條山路佢當日行，喺個冇停定曬走，推一個無論人查都會有危險。佢下來一條樹料，行做得帶轉去進潮州。方正國頭3蛋糕總係兩橄欖有機價咩，也當當嘅提出。外觀就會有差一點，雖然不是像大家想象說有機是很醜啊，其實它生態平衡之後會越來越好，果品外觀也不會很差。方正國本來到台北做廣告看板，28歲幾年嚟賺到3萬，同家爸爸聽種價咩，條蛤蟆未用傳統嘅方式嚟種，樹葉而穩定。家轉來時還算以後上啊，你一3度啊，一3度種嘅輪位啊，佢都因為講，係按後上都嘛轉嚟做工種啊。我捱頭擺從細都聽阿爸講下做啊，嚇，阿爸頭擺將一講3天嘅啊，嚇，4天個無啊，全部天天做啊，忙設施忙要下施，我都會4天嘅。一山拿要強嘅500公尺安高，強記得做生意家下，一打俾係排一天，還有4天。下去咁嘅生意當係外銷，3萬一打俾上菜改種咁嘅類。方正國為到行客地道，用農藥，還依靠農藥行嘅牌照，儘管態度相等，係講差唔多來說嚟追買農藥，冇想到一了解，也唔敢用農藥。買啊就咪好唔可以銷啦，因為入市場如何啊？入旁賣市場。佢買本行後啦，買本翻嚟哦，全部有人輸。但是像嘅環境改變哦，像也今年呢，咁嘅就變到好唔好買啊。當時我爸我媽佢都咪講叫退休嘅，我心都緊張。冇啊咧，改變一下方式好嘅，做有機嘅好嘅。反正國來講嘅話，今日3萬樣嘅一個青年農民嘅一個代表啦，嗬。佢工作嘅面積嗬有2-3格，嗬。佢種嘅係有機嘅，有機嘅嚟講嘅話，對佢個人嚟講嘅話，嗬，係旁邊冇連天嘅就污染，嗬。環境嘅嚟講當好嘅，佢品質嚟講嘅話，嗬，係當真嘅，都按呢3萬嚟講，平均嚟講嘅話，係算數1數2嘅啦，嗬。一碰咁。就看到有胖都好食啦，像呀，就胖嘅啊。同漳州下來有機價咩8塊來拿來食，完全唔是說會用農藥殘留。方正國民老實講，現在用傳統方式來講，還賺得到錢。5年前改做有機時節，同佢熟悉農民朋友咩學到嘅，現在有機價咩當難種，規則3萬種有機價咩果農冇幾多生意，因為價咩類偏重開當多，還有一重開，雖然唔會食果子，不過價咩皮會當這看，價當唔好賣，讓5年人來將天天的看到成果。像安尼台灣的有機法規啊，嚇，佢有3年的轉型期啊，嚇，對果樹類來講，其實個轉型期圖嘅，譬如嚟講，佢個土壤啊，嚇，佢耐嘅嚇，慢慢咧佢會恢復佢健康啊，因為安尼冇用藥嘅，嚇，冇用化學肥料，佢個微生物相啊，佢個昆蟲呀，對嚇，佢會好啦，嚇，佢皮膚咪，佢肥分啊，嚇，會慢慢的提升啊。所以佢樹會慢慢都會扎起來啊！為到降低風險，將減定種樹同香菇同薑麻，樹同香菇一定香，人講係菇王。
反正局做邮寄工中，悄悄地打出名声，一张嘢找一百句话，还忙着做有人打电话来主问。特别阿爸，我细细嘅时阵，看佢种香菇啊，吃到一神奇啊！韩国其他人啊，当从事嘅食嘅东西，韩国佢除了食以外，还咧品质咧好啊。我都印象都安尼特别细细食嘅香菇当好食啊。就讲咁嘅也做，香菇也种啊呀。像我特别忙杂菇嘅人都开始听咧，因正佢冇用农药改善生态以後，反正局認為一個生態自然最其生存嘅方式，從開沒有加天敵，哪種蟲嘅為生哪種蟲嘅係固體呢？現採用傳統方式來講，係賣命落實，攞嚟捐口事前賣空間，一下賺得到錢，也貴到空間，有限時間和自家有機事實賣東西。像安尼自家土地啦，我知道做下去係正確嘅啦。尤其時間拉長來看，因做會因好，條件會因來因好。剛開始好辛苦，冇要緊啊，安尼台灣太大環境來講，你睇下人都做有機唔是受便宜一樣嘅供應市場啊，你品質咧做起來，又安全又好食，根本都唔驚講人進口嘅水果啊。消費者就概念喺度，有機，只要係安全咧，一個較多錢，人家就肯去嚟採購，所以慢慢嘅通路打開來嘅時節，你有機係都按3萬，都冇你演喺度，先要推動一個生態一個目標。同章接下來嘅碰鑑環節，這個狀況最尾碟郵寄認證票頭準備要出貨，反正局帶頭種郵寄革命，未看到見到後生人會上政府卡做郵寄嘅。我轉來研究嘅，慢慢又看到好多後生嘅轉來，仲係講爭轉來啊，我問題係要一段時間啊，我講，我做到好啊，係你慢慢地學習啦。不過也係好嘅現象啦，冇話你因買便宜嘅東西，因進口便宜嘅東西，咁咪你自家什麼解啊？反正局還記得做郵寄嘅頭年，做得講無碼舒適，經過5年天難有改變呢，愛個轉興起，告訴見來見適應自然生態環境。佢講郵寄其實最100年來一旦天然農業智慧，有嘅也得智慧，自然做藝術達到結結。